啊，若讲到李登辉甲国民党的恩怨情仇，毋是三两句话就讲会清楚的。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登辉能力非常的有限，经验不足。各位先进，各位同志，依法来推荐本人注意总统地位。1988年，郭总统蒋经国过身迄暝，国民党临时中常会看会出来李登辉淡淡甲紧张。当时是副秘书长的宋楚瑜紧出手甲斗杀起来，李登辉才顺利做代理党主席，规尾做正的。李登辉同志为本党助力的1176位多数通过。李登辉和宋楚瑜的合作，李登辉离国民党总算是脚步大在。1990年，国民党主流和非主流的斗争，李登辉带头的主流派大赢，伊嘛顺利个提名选总统。李总统登辉先生就继任这个第8届这个总统啊，是一个最具道理人选。当时还没画拍片的叶无明，就小康这的人所组成的二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，了后因就带出去组行动。我当然绝对以我们全省1600万民众基本的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。1992年，宋楚瑜是秘书长了后，被任命为台湾新政府主席。这45年前来，这无共拢是共款的。1994年省长民选，李登辉甲宋楚瑜的金家头满力助选。迄当时是宋楚瑜离政党的高峰，两个人的关系，外人感觉亲像爸仔囝共款。请辞台湾省长的职务。想袂到动性甲李宋的关系拍歹，互宋楚瑜起配面。2000年了落选总统，8年留念国民党，第一摆拄着分家伙的局面。李登辉苦心培养的另外一个人就是连战，对行政院长、国民党副主席到副总统人选，李连做伙竞选第一摆民选总统。李连培摕到超过500万张的选票，占54%。李登辉的声望权力达到政治上高峰。就是一个不安定，一个衰退，一个混乱。4年了后，2000年大选，5望连战接班，国民党分裂大败。连战不满李登辉暗做淡水扁，传出逼伊落台。李登辉是党主席退出国民党，自此和连战田无高，水无流。你是倒位的人啊？你小甲我讲一下啊。报告总统啊，我是台湾人啊，绝对啊，唔是我啦，我是本省外省，大家拢是新台湾人，只有咱啊是人才，是青年，应该就选互伊，对唔对啊？1998年台北市长的选举，李登辉为马英九徛台，这是李马的关系，互人印象上深的一摆。但是两个人了后无默契，愈来愈疏远。这样的改革才行。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迄暝，50年政权换人做，支持者起噗噗，要求马英九去见李登辉。刚才各位再三的要求，要李主席马上下台，我一定帮你跟我转达到一定。结果李登辉无建议，李马的关系愈来愈紧张。李登辉主政12年，伊互敌人谢碧川、柯立龙提早退休，但是嘛真照顾本土的人才，还佫有亲像马英九这种外省的政治明星。李登辉对国民党来讲，受尊敬佫万度。到这来，这位台湾的政治领导者倒落去啊，回头佫来看过去的恩恩怨怨，一切放水流。